大家好，我係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沛良，現職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太平作為我國唯一一家管理總部設在香港嘅中管金融企業，始終將服務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作為集團服務國家戰略、履行金融央企使命嘅重要內容之一。近年嚟，中國太平不斷完善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工作機制，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完善機構和業務佈局，為共建一帶一路大項目保駕護航，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同埋提供有效嘅風險管理工具等，並依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同埋集團服務網絡遍及全球優勢，不斷提升服務能力同埋工作成效。例如，中國太平基於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同埋地區嘅各類風險模型，積極創新開發金融產品同埋技術手段。2024年12月，中國太平旗下專業再保險子公司太平再保險喺香港市場成功發行亞洲首支雙風險雙觸發機制巨災債券。債券以中國地震同埋美國颶風為標的風險，以參數行業損失指數為賠償觸發機制，為香港保險業多元化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創新積累咗寶貴嘅經驗。此外，中國太平境內外子公司亦都充分發揮集團跨境經營優勢，為走出去中資企業提供工程險、企財險、責任險、醫療險、水險等一攬子保險業務。例如，中國太平旗下境外旗艦財產險公司太平香港承保咗拉美國家嘅某個城市軌道建設項目。呢一個項目係一帶一路喺拉美嘅標誌性民生工程，為當地百萬居民出行提供便利。項目嘅地質條件複雜，施工環境多變，加上當地法律合規要求，風險高，暴露面廣，對保險公司嘅風險識別、承保定價、跨境理賠都提出咗更高嘅標準同埋更大嘅挑戰。2023年，項目沿線隧道突然發生塌方，湧水湧沙，導致地面沉降，工程面臨中斷同埋工期延誤嘅風險。太平香港依託中資企業海外保險歸集管理共享平台，堅守保險利益，亦都係國家利益嘅宗旨，迅速聯動經紀人、國際供股機構開展相關嘅服務工作。截至目前，該管理共享平台已經承保咗唔同地域一帶一路重點項目，覆蓋咗港口、能源等領域，為中資企業出海提供全方位嘅保險保障，助力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展望未來，中國太平將繼續發揮跨境經營嘅優勢，聚焦主責主業，以更專業嘅風險管理能力、更全面嘅金融服務、更開放嘅國際化視野，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中國太平願與各方一起攜手，支持香港發揮好共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嘅作用，共同書寫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新篇章。